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1月2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2篇，创世纪第6章第11节到22节，马太福音24章第1节到2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灾难。头起先爱甲大家提醒，今仔日是咱9合1的这个投票选举日。咱基督徒特别应该爱遵照着国民的这个责任，爱去投票。无论你所支持的候选人是甚物人，你都爱用这个选票尽国民的责任，尽咱的支持。为着台湾，为着咱所支持的理念来投票。同时要鼓励大家来支持18岁公投权的这个公投。这个真重要，是代表一个国家的进步。也希望上帝来保守，来祝福台湾。感恩节拄过去，咱今仔日要讲到灾难。但是真有可能，咱的兄弟会认为讲，哪会安尼？咱拄经过感恩节尔，即马咧讲灾难啦吼。或者是咱应该安尼讲啦吼，为什么会有感恩节？其实就是当初时对欧洲导览到美洲这个5月花船顶，这个清教徒。因拄着灾难，然后拄当地的原住民，就是美洲的原住民来帮衬，互因会当伫真严酷的这个天气的下面，迄个环境来活落来。咱知影1941年，美国开始将感恩节定伫这个每一年11月份的第4个礼拜四来纪念这个日子。这是因为伫1620年有一只对英格兰这个普利茅斯开往来美洲，然后伫这个 Massachusetts 这个普利茅斯的新的殖民地这个5月花号。顶悬满的清教徒一般咱叫做加里门改革宗的信徒来到伫美国。因到的时阵，拄着这个冬天，天气真冷，因伫遐寒佮枵饿，并且染着病，因为水土袂合。后来伫当地的原住民的帮衬的下面。这个新移民会晓伫拍蜡、种番麦、种这个南瓜会通伫这个新的土地顶悬来种做得到丰收。伫这个欢喜庆祝丰收的日子，才会对欧洲来的新移民就照着英国宗教改革宗传统感恩节的形式，伊就邀请原住民做伙来一齐感谢上帝的保守以及祝福。这个呢就成做现今美国以及咱全世界所咧讲的感恩节期。感恩是因为要纪念上帝的保守。伫咱经历苦难，并且度过苦难的这个情形的下面，就来向上帝献上感恩。因为安尼，基督徒必须爱学习，伫咱的生活的中间，就是咱将来所要面对这个苦难，咱伫这个其中必须爱做的事。就是行伫上帝正道，然后祈求上帝的保守协助。咱倒转来看圣经记载拿阿的时代，
当上帝甲咱讲将来要面对苦难，并且伫遐要求咱甲伊厝里诶人伫山顶起大船。这个时，上帝所想出的爱恩典，佮曲起互周围诶人来祈求。创世纪第6章第11节到13节安尼讲：村诶人伫上帝眼中拢是邪恶诶，地顶悬拢四界拢有凶暴。上帝拍落来看世界，看见世界诶败坏。人的行为非常的邪恶，上帝就对因讲：我决定要来灭绝人类，因为世界充满着因的暴行。我要将因甲这个世界做伙来消灭。然后大船就亲像咱头前讲的，代表着上帝的救恩。所以创世纪又搁记载安尼讲。上帝交代伊讲：你着爱选上好的木材，为着家己做一只船。船内爱有房间，内外拢抹这个柏油。船长133公尺，宽22公尺，悬13公尺。船着爱有窗窗接着船顶。悬44公分，船舱分顶悬、中甲下面3层。船边爱楼门。我要予大水泛滥伫这个土地，消灭所有的动物，地上的一切拢要灭绝。但是我要甲你立约，你要带你的某囝。新妇入去伫船内底，你也要将地上各种的精生、虫拖、飞鸟各一对，一公一母，带到伫船里，通好保存因的性命。你为着恁甲动物所藏各种的食物，就照着上帝的吩咐，一一来做。基督徒想要来避免将来的灾难，只有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才会通得到上帝的保守甲看顾。也只有安尼，才会通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亲像咱以及因厝里的人同款。当耶稣基督面对耶路撒冷的苦难的时，伊也有过将来所要临到的灾难，就是耶路撒冷圣城被毁，迄是发生伫主后70年的灾难。当这时的情形记载伫福音书3卷册内底，马太福音24章第1节到22节，马可福音13章，路加福音21章。这个内容包括有言圣经的毁灭，也提到着将来所要拄到的灾难甲迫害。圣经讲，耶稣伫加拿山顶悬坐，门徒私底下来问伊，请甲阮讲，这个事什么时会发生？你的来临甲世界终局有什么款的兆头？耶稣甲因讲：恁着爱世字，毋通受人来欺人，因为有济遐个要假冒我的名来讲，我是基督。也因为愚妄济人，恁会听到附近烧钱的风声，甲远远战争的消息。恁毋免惊，这种事必然会发生，但毋是讲历史的终点已经到。一个国要甲一个国战争，一个民族甲一个民族战争，世界拢有饥荒甲地动。这一切的代志咧发生，亲像这个产妇在阵痛共款。迄个时阵，你要受到逮捕，受到酷刑，
彼此出卖，彼此受分，有侪假先知的出现，迷惑人的心。因为邪恶泛滥，侪人的痛心就渐渐冷淡啊。但是忍耐到底的人就要得救。天国福音先要传遍到天下，全人类来做见证，然后历史的终局才会临到。最后，耶稣基督又搁提到，得要临到，亲像但以理先知所讲的大灾难，也就是迄个毁灭性会通厌恶的物。因为安尼，今仔日的经文诗篇122篇的主题就讲，为了耶路撒冷求平安。咱基督徒也需要每一天为着咱将来要面对的困境、灾难来祈祷，也恳求上帝的保守伫咱中间。诗篇122篇，为着耶路撒冷求平安。我真欢喜，人招我讲，咱来去上主的殿。耶路撒冷啊，阮的脚已经踏入伫你的门内。耶路撒冷起造一个城，全城整齐适配，这的之作就是上帝的之作，拢照为以色列制定的规例，上去遐称赞上主的名。因为伫遐有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别家的宝座。为了耶路撒冷求和平，愿听你的人拢享受安乐。愿你的城内有和平，愿你的宫内有安乐。为了我的亲人朋友，我要讲愿恁平安。为了上主咱上帝的殿，我要求。为着恁来求福气，恳求上帝保守阮伫未来的一年，无论拄着任何的状况，甚至拄着侪的灾难，拢有上帝你的同在，保守阮度过人生的死荫山谷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